大姐生，出生先生大家你好，我叫咗 BB， 我今年26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孫會教，我有一個細佬，我排第一。我丈夫係農夫，我有工作經驗係貴2年喺香港4個月。我喺香港照顧小朋友，幫小朋友中養、換衫，吹嘢俾佢食，4個月多啲，陪佢玩。喺 Quick 2年係咪？係。屋企有幾多人啊？有3個人。邊3個？係。邊3個？先生奶奶一個 BB。BB 幾多歲啊？ BB 9月。9個月。9號。你做嗰時 BB 幾多歲啊9號。一係9日，一係9個月，一係9歲。唔係，一個 BB 9號。咩9號？講咩啊？9月。9個月大。哦，係9個月。係嘛？係。咁你識唔識湊啊？你都未結婚。我同太太，我幫太太手。幫太太手，你要買餸煮飯啊？我自己煮餸。自己買餸。冇買餸。冇買餸。煮飯。煮飯。如果做錯嘢太太鬧，咁點做啊？如果做錯嘢太太鬧啦。如果太太鬧，我要講對唔住，開始會出錯。係。喺香港，屋企有幾多人啊？有5個人。邊5個？先生太太3個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2個小朋友唔知幾多歲，因為佢係婆婆嘅屋企，一個小朋友4歲。即係你淨係照顧4歲小朋友啫，係嘛？係。使唔使帶佢翻學啊？冇。唔使翻學住，咁就同佢沖涼啦，係嘛？係有幫佢做。仲有咧？跟住咧，幫佢着衫。係。幫佢手。使唔使陪佢玩啊？係啊，朝頭早幾點起身啊？6點鐘。哇！咁早？係啊。做乜嘢？係6點鐘我洗車先，跟住俾小朋友食早餐。出嚟都食早餐，又係唔使買餸嘅。唔使媽媽自己買餸。煮飯識唔識？識。好唔好食啊？煮嘢？好食㗎。好食。放假放星期幾啊？星期日。星期日。喺邊度玩啊？喺卡士比。如果新老闆唔放星期日得唔得？放2日假啦，俾錢得唔得？得。咁你中意照顧 BB 定照顧小朋友啊？照顧 BB 中意，照顧小朋友都中意。都中意啊？好。有咩嘢講啊？有。我希望先生太太請我人先會落實，聽話勤力做嘢，都買2年做滿合約。多謝晒大大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拜拜。